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1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45篇第1节到第5节，17节到21节，哈该书第1章第1节到15节，路加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权柄。曾经听到一些年轻的牧者说，他们非常羡慕非长老会系统、灵恩的教会或是超大型教会的牧者们，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央领导式的教会团体，牧者一般都很有权柄，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实际的状况。牧师有一些朋友在不同的教会系统教派服侍，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央式领导的教会行政系统大多属于单一领导中心，就是主任牧师。大多数的助理牧师只是可以说完全没有决定权的，对于教会的管理权都是由主任牧师所授予。牧师认为这是一种公司管理的系统，但是缺乏了同工的关系，并且容易因为主任牧师的错误作为而严重影响教会。例如说，加州的水晶教堂的法拍，芝加哥柳泉溪教会主任牧师的问题，韩国纯福音教会主任牧师儿子的财务问题。当然，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教会。有许多教会的长老们自认为自己是被授权是教会牧师的老板，虽然口中常常说牧师是我们信仰上面的导师，但是处处却与牧师作对，因为要管理牧师。这样的权柄，无论是前面说的哪一种，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这真的是值得基督徒深思啊。法利赛人、祭司们、文学教师们也都曾经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他们说，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是谁给你这个权？请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什么事让他们质疑？耶稣基督曾经医治人，他在安息日来医治人，他告诉受医治的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他也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些都让传统犹太教的领导者无法接受，所以他们就挑战耶稣说，有一天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人，圣殿里面教导人宣讲福音，有祭司长、经学教师和长老来见他，问他，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谁给你这个权呢？请告诉我们。这个挑战，这个提问的前提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洁净了圣殿，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45节到48节。耶稣一进圣殿就赶出做买卖的人，就对他们说，圣经上记着上帝的话说，我的圣殿要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了。耶稣每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祭司长、经学教师和民间的领袖要杀害他，只是不知道怎样下手，因为人民都喜欢听他，注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当他们来质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权柄不是用来扩张自己的职权，或是使自己得到益处。他的权柄用在两个方面，就是容神益人的事情上面。洁净圣殿是为了要让人与上帝的关系归回正轨，因为那些摊贩已经让圣殿从万人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哈该书的记载，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命令，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被掳的时候，耶路撒冷圣殿贵重的物品也都被收刮一空。对于以色列人而言，耶路撒冷圣殿不但是代表他们的精神国家，也更是代表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重建的连结，因为那是万民祷告的殿。然而，重点是否是在那种金碧辉煌式的硬体建筑吗？对受掳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的。哈该先知这样子提醒道，上主万军的统帅对哈该这样说，这人民说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于是上帝借着先知哈该把以下的信息告诉了人民。他说，我的子民啊，我的圣殿荒废着，你们却住在建筑华丽的房子里。现在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你们检讨自己的境况。你们播种多，但收成少；你们有饭吃，却吃不饱；你们有酒喝，但总喝不够；你们有衣服穿，但总是穿不暖。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你们检讨自己的境况。现在你们要上山采伐木材，重建圣殿，这样我就喜悦，并且得到应得的尊崇。这是先知从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来谈起的。但是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告诫以色列人说，我的子民啊，我的圣殿荒废着，你们却住在建筑华丽的房子里。也因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疏离，看重自己却不看重上帝，因此上帝就这样对他们说，你们期望丰收，结果是欠收。你们把收获带回家里，我却把它吹掉。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的圣殿荒废，而你们却都忙着建造自己的房屋。因此天不下雨，大地停止出产。我使大地、山丘、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和人种植的一切都遭遇旱灾。
耶稣所说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耶稣基督曾经说：“你们把圣所毁掉了，我3天内要把它建起来。”这并不是指着建筑物的圣殿所说的，而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就是重建圣殿。因为耶稣基督说，圣经上记载上帝的话说：“我的圣殿要称作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犹太人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却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所说的话，不敢回答耶稣基督的提问。让我先问你们一句话，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权是从上帝来，还是从人那里来的呢？他们不敢回答，甚至彼此争辩起来。因为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上帝的权柄。当然，权柄是上帝的，也是由上帝所赏赐给他的仆人。就如同先知哈该的预言宣告了上帝的信息，说：“我答应要与你们同在。”上帝就大大的感动犹大省长罗巴伯以及大祭司耶稣亚以及所有流亡归回的以色列人民。哈该的先知的这个宣告也不是自己的权柄，但是他的宣告里却有上帝的权柄同在，因为那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基督徒是否也会如同那一些犹太人一样，不明白上帝的权柄然后来怀疑，失去信心呢？或者与信心不成熟的基督徒错把权柄当成信仰生活最大追求的目标呢？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17节到21节。我的上帝啊，我要宣扬你的伟大；我的君王啊，我要永远感谢你。我要天天感谢你，我要世世代代颂赞你。上主至大，应该大受颂赞，他的伟大无法测量。世世代代都要宣扬你的作为，他们都要传布你大能的事迹，他们要述说你荣耀和尊严。我要传布你奇妙的作为。17节，上主的作为是公义，他所做的都有怜悯。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他要成全敬畏他的人的心愿，他要垂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他保护所有爱他的人，但他要消灭那邪恶的人。我要赞美上主，愿一切被造物永远颂赞他的圣名。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谦卑的心智，愿意顺服上帝的权柄，热忱认真的跟随主的脚步前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